大家好，歡迎收聽國際觀察站嘅節目，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阿 K。世界盃呢就淘汰賽正進行到如火如荼啦。其實呢，好多球迷都好相信一直嘅捱更抵夜去睇㗎啦，咁樣因為始終時間上面就一定同我哋係好大分別。但係其實喺今屆世界盃入面，場外亦都有唔少嘅醜聞出現咗嘅。喺今屆賽事入面，其實至少有5位殺到入嚟淘汰賽嘅主力球員呢，係背負住唔同程度嘅性侵指控。今集我哋都想同大家探討一下，究竟我哋見到呢啲球星，搖身一變成為國家英雄嘅時候，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又面對緊一啲性侵指控嘅時候，究竟我哋係要用一個咩心態去面對呢？究竟足球員係咪淨係好波就得，定係需要人品都好重要呢？咁樣節目開始之前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我哋 channel 啦，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啦，亦都可以 like 啦、share 出去啦，俾有興趣嘅朋友一齊去收聽咁樣嘅。各位聽眾，大家試諗下，當我哋見到一啲嘅球星，成為咗國家英雄，成為咗救世主，可能係真係帶領住佢哋嘅國家攞到呢個獎杯嘅時候，但係我哋當然喺嗰一刻覺得佢好犀利，球王，甚至乎已經係一個冇人可以去到一個地位。但係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冷靜諗一諗，當原來佢可能喺幾個星期之前，又或者係前排，原來佢可能係啱啱喺法庭行出嚟，可能佢涉嫌咗一啲嘅性侵指控啦，又或者一啲強暴嘅控訴嘅時候，甚至乎係一啲叫做攻擊女性嘅時候，咁喺呢個時候，究竟我哋內心嗰條道德底線會唔會有機會動搖呢？定係覺得佢嘅成就已經可以蓋過晒呢一類嘅指控呢？咁樣嚟到今日嘅節目啦，咁都同大家講啦。其實呢，我哋都想同大家睇下，就係喺呢一個幾百億一個比賽嘅情況入面，咁我哋都可以睇下究竟其實係咪真係咁美好啦，定係其實都有啲叫做比較崩壞咗嘅一面呢？咁樣我哋今次唔係講咩戰術，邊個傳波準，邊個表現好。我哋係深度拆解一個比較沉重少少，但係我哋大家都迴避唔到嘅一個問題嚟嘅。當一個世界盃巨星，當一個球星，佢變成一個性侵嫌疑人嘅時候，當體壇特權遇上社會公義，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根據英國嘅 Sky Sports 啦、法國嘅隊報啦、日本嘅週刊新潮啦，以及最新公開嘅一啲嘅唔同嘅法庭嘅控訴文件呢，其實今屆世界盃至少係有5個踢到入決賽周嘅一個主力球員呢，身上係背負住嚴重嘅性侵指控啦，甚至乎一啲面臨緊呢個刑事控訴或者積極調查嘅。但係我哋見到嘅現實係點呢？只要你踢得好波，只要國家隊你需要你贏，需要你落場，呢啲嘅球星仍然可以大條道理咁樣行入草地。講緊賺緊嘅係可能真係小至就真係幾萬蚊周薪啦，甚至乎去到10幾萬、幾十萬都有嘅添。一邊享受全人類嘅崇拜。究竟足球員其實究竟應該係要先做一個好人，再成為一個好球員，定係只要你踢得好波，做乜嘢都可以被原諒呢？咁樣。今日我哋都同大家攞翻一啲新聞啦，或者係法庭資訊，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嘅。首先呢，我哋就將聚光燈呢帶到嚟一支亞洲最強嘅球隊，亦都好多我相信好多球迷都好期待有好表現嘅日本啦。大家有留意到日本對於巴西嗰場嘅淘汰賽啦，亦都見到其實個上半場變得好好啦，亦都踢得到自己戰術出嚟，一度領先巴西添嘅。而射入咗嗰球嘅歷史性嘅入波呢，令到全日本球迷瘋狂嘅英雄呢，就係佢哋身穿24號波衫佐野海洲。如果你單純睇嗰90分鐘呢，咁絕對係一啲喺日本動漫會出現嘅救世主啦。其實喺成個世界盃期間，大家睇住佢點樣帶領成個球隊進攻，都做得唔錯添嘅。但係如果你將時間褪翻去1年之前，2024年啊，即係年零前啦嚇，去到2024年嘅夏天，你會發現到一個比較殘酷嘅真相啦。當時其實佢啱啱完成咗人生最好嘅轉會，由鹿島鹿角喺 J 聯轉咗去德國嘅緬恩斯，簽約4年嘅，年薪係過百萬歐元嘅。就喺佢出發去德國嘅前夕，其實東京警視廳其實收到一個30幾歲嘅女性嘅緊急報案。根據日本嘅讀賣新聞同埋周刊文春嘅詳細披露啦，案發當晚佐野海洲其實同另外2個20幾歲嘅男性朋友喺
東京文京區嘅本鄉嘅一間嘅居酒屋入面啦，同呢個女仔一齊食飯。嗱，食飽之後啦，去到接近凌晨，咁個女仔個女性朋友其實就走先嘅。咁啊，而佐野海洲同埋佢另外嗰兩個男仔 friend 呢，就當時就涉嫌利用酒精同埋體型優勢呢，將呢個女仔帶到去一間商務酒店房入面，進行咗長達幾個鐘頭嘅集體性暴行、性侵啦。受害者就喺凌晨脱險之後呢，其實佢係接近崩潰嘅，喺酒店大堂用震住嘅手打電話去報警。嗱，東京警方接到受害者電話之後呢，已經即刻出動，喺酒店附近嘅街入面當場拘捕咗正準備搭的士離開嘅佐野海洲同埋佢兩個朋友啦。咁於是佐野呢就即刻被捕，甚至乎係關押咗超過2個禮拜添嘅。咁當時其實全日本體壇都好震驚，甚至乎緬因斯球會高層都收到呢個警方通知嘅時候呢，佢內部都發生咗一啲好大嘅地震，甚至乎一度考慮就係會唔會終止合約，或者係真係叫做要喺法律上面去處理呢咁樣。於是經理人公司咧發表咗一份道歉聲明，就話啦，對受害者造成極大嘅困擾，表示深切歉意，會認真面對後果。但係大家諗下啦，點解1年後佢又可以繼續帶領住日本隊去踢世界盃呢？呢度就係法律同埋金錢比較夢幻嘅地方。嗱，日本法律方面啦，集體性侵案嘅起訴搜證門檻係好高。喺關押嘅14日入面，其實佐野海洲背後有一個好龐大嘅律師團隊。當時咧，佢哋同身心重創嘅受害者進行咗一個好密集嘅談判，最尾私底下支付咗一筆叫做天價嘅高額賠償金，同受害者達成咗一個試談，即係庭外和解。嗱，條件就係包括受害者必須向檢察廳遞交希望撤回懲罰嘅意向書。咁去到2024年8月，東京地檢廳正式宣布咧，對於呢個佐野海洲作出唔起訴嘅處分，錢俾咗，加唔使坐，得甲亦都可以繼續踢。去到2025年年中，日本國家隊主教練森保一咧就甚至乎其實喺記者會上面講咗一段令人好多人都好嘩然嘅一個説話。咁佢就話啦：喂，我親自聯絡過佢，我強烈感覺到佢已經係深刻反省。如果你將球隊當成一個家庭嚟講，喂，作為教練，我問自己，喂，係咪應該因為一個人犯錯就將佢永遠踢出足球界呢？咁樣佢就覺得作為一個屋企人應該俾條路佢重新行嘅。呢一番嘅家庭論，將一個集體性侵嘅疑犯包裝成一個做錯事需要原諒嘅乖親生仔，但係日本社會真係接受咩？當時其實有大批日本網民其實都喺網上面都鬧啦，亦都係覺得佢就係用錢嚟避開坐監嘅啫。甚至乎今屆世界盃期間，南美洲嘅一啲女權組織其實喺網絡上面發起大規模嘅警告 post， 講到亦都係標榜住 post 咗佐野海洲嘅相出嚟，叫大家甚至乎叫晒啲外國女性要小心佢啊咁樣。所以當佢射入咗日本隊巴西隊嘅時候，好多人喺度吶喊，但係有冇諗過其實佢都有些少污點喺自己身上面呢？咁樣。而另一方面啦，佢繼續做英雄，用錢去解決到問題，但係受害者一世嘅陰影，有邊個可以幫佢去做處理，邊個去和解呢？咁樣。嗱，咁日本隊入面咧又唔止佢一個嘅，另一個主力邊鋒啦，伊東純也咧，咁其實佢嘅案件咧就演變成另一場好大規模嘅商業同埋法律嘅海嘯。嗱，呢件事就要再耐啲啦，回溯到去2023年6月，日本隊喺大阪踢完一場對秘魯嘅友誼賽之後咧，根據一啲權威嘅雜誌啦，咁亦都好長篇去報導㗎啦。當時伊東純也咧同佢經理人將2個20幾歲嘅女仔帶到大阪市入面一間好高級嘅夜總會，飲完酒之後啦，喂，2個女仔已經飲到暈晒㗎啦，已經係好醉啦，就俾佢哋帶到去大阪嘅一間高級酒店房入面。其中一個受害者就指出，當佢擘大眼嘅時候呢，發現伊東純也係對佢進行緊性侵添嘅。而另一個女仔亦都表示就係遭到非自願嘅性接觸。嗱，呢單案呢，咁其實就喺2024年卡塔爾亞洲杯期間呢都引爆咗出嚟啦。日本足協高層就喺強大嘅一個輿論壓力入面咧，喺淘汰賽中途決定將伊東純也即時踢出國家隊。嗱，咁喺嗰一刻入面咧，有一啲嘅日本國家隊嘅內部贊助商啦，包括三菱汽車、票買一啲商業巨頭咧，紛紛都決定話要放低伊東純也代言嘅廣告啦。當時引發咗一場好嚴重嘅商業海嘯添嘅。但係咧，佢嘅手段都好強硬，佢堅稱自己係清白，甚至乎反咬一口。嗱，咁佢嘅律師團隊咧都隨即召開記者會啦，反告呢2個女仔去誣蔑佢嘅，並正式入喺大阪地方法院啦，咁樣啦，就向呢2個女仔咧民事索償高達2億日元嘅，就係個原因就係咧，因為佢嚴重損害佢個人形象同埋商業代言嘅損失。嗱，去到2024年8月，
大阪地檢呢，就同樣係以現場客觀證據不足為由啦，對伊東純也同埋女方嘅投訴呢，全部作出唔起訴嘅處分啦。咁伊東純也呢，亦都好大條道理咁樣重返國家隊啦，仲喺世界盃亞洲區入面外圍賽啦，大殺四方，順利登上呢個世界盃舞台添。咁啊，伊東嘅球迷會就話啦：喂，你睇下地檢都話唔起訴啦，咁女仔根本上就謀財害命啦，甚至乎係亦都有人話喂，佢係設局出嚟去陷害佢添。咁但係女方嘅律師同埋日本嘅一啲女權團體咧就出嚟反駁啦，就話：喂，唔起訴唔代表係真係冇發生過嘅喎，可以係刑事上面未能達到一個毫無合理疑點嘅最高門檻啫，只係。咁啊，依家呢，咁啊嗰場高達2億日元嘅民事訴訟呢，咁其實都仲喺呢個東京地方法院入面呢，係處理一個好漫長嘅審理入面嘅。嗱，日本隊呢兩單案呢，一單呢就攞天價高額賠償金私下和解，一單呢就用2億日元嘅天價官司去反告翻人哋轉頭。嗱，呢兩件事都好無情咁樣話俾全世界知，你喺現代體育界入面，你一個普通嘅女性想要動搖一個頂級球星，你背後要承受嘅唔單止係網絡上嘅咒罵或者佢個球迷上面嘅辱罵，可能你都要承受一啲金錢嘅恐嚇同埋資本嘅壓力。大到唔係我哋普通人或者我哋第三者可以想像得到添嘅。咁所以有時其實面對一啲叫做性侵嘅時候，我哋可能都真係要諗下女方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可能會內心上面嘅感受會係點呢？咁樣嗱。咁啊，如果話完日本隊嘅故事背後仲有一啲不起訴做遮羞布呢？嗱，咁接下嚟呢位而家效力緊維拉利爾前阿仙奴嘅中場加納國家隊嘅副隊長帕迪。咁佢嘅故事咧就更加展現咗乜嘢叫做利用法律程序時間差，成為咗一個跨國逃兵。嗱，咁啊當時佢由馬體會啦轉會去阿仙奴嘅時候咧，其實佢身價都接近高達4500萬磅價咁樣，咁亦都踢咗表現得唔錯嘅當時都。咁但係根據英國嘅衛報同埋一啲叫做報紙啦，亦都資深記者透露啦，其實由2022年2月份開始，倫敦警方就陸續收到4個唔同女性嘅正式報案。控罪內容非常恐怖，包括就係咧，帕迪涉嫌喺2020年12月喺英國住所，喺同一日之內連續2次對同一名嘅女性進行暴力強暴。去到2022年夏天，喺西班牙嘅伊比薩島嘅度假期間，涉嫌非法拘禁並性侵另一個度假嘅女性。去到2025年7月，英國皇家檢察處喺審閱大量證供啦同埋通訊記錄之後咧，正式落案起訴帕迪啦。控罪咧就總共包括7項強暴罪、1項性侵罪，受害者多達4個人。嗱，7項強暴控訴，其實喺任何一個正常社會入面咧，呢個人咧依家都應該喺監獄入面等候去審訊㗎啦。咁但係咧，帕迪咧就係年薪大家都知啦，年薪係過百萬英鎊嘅超級球星嚟㗎嘛。佢請咗全英國最頂尖，按宗都計咧都要高達幾千磅嘅御用大律師團隊。嗱，原本係定於喺2025年11月咧就喺倫敦呢度開始審判㗎啦。咁於是咧佢就俾律師團隊係以咧需要更多時間去查呢個電子數據等各種技術性嘅理由咧，夾硬係向法庭申請延期。結果法官係批准咗，延到邊日呢？褪到去2027年嘅6月8號。嗱，呢個就係最荒謬嘅地方，因為由正式起訴到法庭公開審訊，中間竟然係可以俾佢嘅律師團隊夾硬拉開到接近2年空窗期，而呢個空窗期可以好完美橫跨咗成個2026年嘅世界盃。咁帕迪依家喺英國嚟講，佢係一個保釋嘅狀態。嗱，只要佢唔聯絡受害者，係可以自由出國㗎。咁於是啦，維拉利爾就繼續就買咗佢啦。咁亦都加納國家隊為咗小組賽出線啦，繼續揀佢做副隊長。咁佢大條道理咁繼續係踢緊世界盃嘅。但係啦，電視都有講人在做天在看。咁報應亦都喺世界盃第一站就嚟啦。今屆世界盃喺美國、加拿大、墨西哥3國合辦。加納嘅第一場小組賽就喺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對陣巴拿馬。哇！佢就加納嘅足協高層呢就好開心咁幫全隊申請加拿大簽證。點知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收到帕迪嘅申請之後呢，系統即時拉響警報。佢做咗一件都甚至乎幾令到人哋拍手掌嘅事，就係佢直接拒絕派發簽證俾帕迪。嗱，官方隨後發表聲明啦，就話措辭好強硬，內容嘅意思就係話啦，喂，加拿大好自豪可以舉辦到2026年世界盃，但係保護咗加拿大人亦都係我哋好首要任務。舉辦大型體育盛事絕對唔會改變或者動搖我哋國家一貫嘅移民法律同埋刑事審查嘅標準。最肉酸、最無恥嘅內幕呢，隨後就俾加拿大聯邦法院公開啦。帕迪喺填寫電子簽證申請表嘅期間，而家難問佢啦。
喂，你喺任何國家有冇受到過刑事指控或者落案起訴啊？咁樣佢就老老實實咁樣填咗個 no 落去。咁佢以為自己名氣夠大，以為係球星啦，就冇人知啦咁樣。咁啊，於是加拿大當局直接就判定佢不實申報，涉嫌欺詐，大條道理拒絕咗佢。咁佢就夾硬地決定咗第一場波啦咁樣。但係更加荒謬、更加冇底線嘅事呢，都繼續發生啦。你以為完就唔係嘅。踢完第一場之後呢，咁啊之後嘅賽事就移師去美國吉列體育場進行。咁美國移民局雖然知道佢有強暴案在身，咁但係最終都係以未正式定罪為由去放行佢啦，俾咗簽證佢啦。咁啊，為咗戰績方面啦，竟然喺美國嘅賽場上立刻將呢個涉嫌7項強暴，啱啱因為簽證欺詐被加拿大踢走嘅帕迪呢，直接擺上正選名單，甚至乎做埋隊長添咁樣。於是啦，出現咗個好諷刺都幾搞笑嘅一幕。賽前兩隊球員握手致意，英格蘭球員史賓斯呢行過加納隊隊伍嘅時候呢，佢同帕迪前面嘅球員握完手之後呢，就同帕迪後面嘅球員握手，唯獨是行到佢嘅時候呢，直接呢係望咗去遠邊，直接跳過咗佢嘅。咁啊，當佢只要一掂波嘅時候呢，其實現場都出現咗好多嘅噓聲添嘅。嗱，賽後記者會上面啊，加納隊嘅教練啦都極度去保護佢啦。佢好直接對住傳媒講啦，就話：喂，阿史賓斯啱啱拒絕握手，喂，呢種事根本冇可能發生嘅喎。我哋全隊都好支持帕迪，我哋拒絕同嗰啲試圖將政治同埋紛爭帶入足球嘅人去維護，企埋一齊添咁樣。咁啊，當大家聽下啦，4個女仔嘅指控，原來喺佢哋嘅國家隊入面，原來只係一個政治同紛爭拉上足球嘅啫。咁啊，講完帕迪啦咁樣，我哋就睇下今屆嘅另一隊熱門啦。我哋啱啱錄節目嘅時候，咁佢就已經俾法國淘汰咗嘅摩洛哥，同埋佢哋嘅靈魂隊長法國巴黎聖日耳門嘅頂級球星夏基美。嗱，夏基美嘅案件呢，其實依家走到去法國嘅法律嘅關鍵節點㗎啦。咁因為根據世界報嘅報導啦，其實喺2023年嘅3月份入面呢，一個24歲嘅法國女仔啦，去到巴黎近郊嘅警署報案，就指控夏基美呢，其實佢喺巴黎嘅一個地方入面啦，佢住所入面呢，對佢呢施加強暴。嗱，案情顯示就係兩個人呢，當年就係透過 Instagram 認識啦。當時夏基美趁住老婆帶住兩個仔去杜拜度假，咁啊自己叫咗阿 Uber 去將呢個女仔接到嚟佢屋企，隨後就喺違背女性意願嘅情況入面進行咗一個強行性侵。嗱，咁夏基美嘅律師團隊好勁㗎啦，由一開始堅稱自己清白，甚至乎嘗試用各種司法程序去試圖阻止呢單案進行公開審理嘅時候，但係去到2026年6月19號，啱啱就係分組賽打到最激烈嗰陣，法國嘅上訴法院就俾摩洛哥全隊投下咗一個好大炸彈啦，直接駁回佢嘅上訴，宣布就係啦，司法調查顯示現場證供同埋證詞咧都好充分，佢會正式落案起訴佢，正式公開庭審嘅。咁夏基美於是就即刻喺社交平台度出 post 啦，就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太出名而俾人設局陷害嘅一個受害者啦。咁佢嘅摩洛哥嘅領隊咧、總教練啦，甚至乎都話啦，奧華比咧就更加公開表態就話啦，喂，全隊上下足協大家都好支持佢嘅咁樣，大家睇得到佢表現好傑出，係好不可思議嘅咁樣。咁正正就係又係一個問題啦。只要佢球場叻、踢得好波，場外嘅起訴係咪都可以擺埋一邊呢？咁樣？咁啊，原告律師咧，隨尾都發表聲明啦，就話經歷咗3年。俾呢個夏基美強大資本無情嘅抹黑啦，法國法院呢，正式嘅起訴呢，其實對於受害者嚟講都係有一絲嘅慰藉添嘅。最令人髮指呢，直頭將國際足協嘅無能同埋冷漠撕開俾全世界睇嘅呢，嗱，相信都係另一位世界盃入面呢嘅黑馬啦，弗德國入面嘅隊長文迪斯嘅醜聞啦。嗱，佢哋今屆創造咗神話啦，歷史性打入咗決賽周啦，小組賽連續逼和西班牙、烏拉圭，不敗姿態入到嚟淘汰賽，咁甚至乎其實爭少少都可以淘汰埋阿根廷添㗎。成個故事本來好勵志，可以拍戲，甚至乎係應該好多人會一直都難以忘懷添嘅。但係啦，根據呢個紐西蘭電視台嘅獨家深度報導，原來2026年3月份，弗德國去到紐西蘭奧克蘭踢熱身賽期間，發生咗一單極度殘暴嘅案件。嗱，一個受聘於紐西蘭足協嘅巴西籍女翻譯員呢，就同警方報案，就話佢哋嘅隊長文迪斯呢，就喺深夜利用工作職權呢攞到張房卡，夾硬入到佢間房入面。咁個女方極力反抗同埋大聲呼叫啦，文迪斯呢，就即刻竟然對佢進行一個殘暴嘅毆打啦，攆住佢條頸，令到佢差啲窒息，甚至乎喺佢全身上下呢，都係咁咬佢，搞到佢成身都係受傷，冇埋反抗能力添。而令到喺咁嘅情況面，佢性侵係得逞嘅。
紐西蘭警方就即時介入調查，法醫嘅鑑證 DNA 樣本同埋酒店監視全部都會扣查。受害者家屬都好嬲啦，亦都係啦，即係甚至乎係咧將佢哋所有嘅相，將佢嗰啲傷口啊、傷勢咧擺晒上網，並正式向國際足協咧提交呢個投訴信，要求取消究竟文迪斯參賽資格。咁 FIFA 俾咗個乜嘢回應呢？ FIFA 發表咗一封類似機械人寫嘅一個官方聲明啦，就話啦，佢哋 FIFA 極其重視任何不當行為嘅指控，亦都有明確嘅檢舉流程。但一般嚟講呢，係獨立司法機構呢唔會對正進行調查嘅個案發表評論。結果冇被停賽、冇被禁賽嘅文迪斯呢，就繼續做隊長啦。咁亦都代表德國呢，就踢足全場嘅。而受害者呢，就喺電視機入面呢，睇住嗰個惡魔呢，變成咗一個奇蹟嘅一個故事人物嘅時候呢，我都相信體育界引以為傲嘅無罪推定呢，係咪已經變成一個縱容罪惡啦，定係保護施暴者一個保護傘呢？咁樣嗱，講到呢度啦，可能有啲聽眾都話：喂，主持人，喂你阿 K，你講嘅全部都未最後定罪啦，法律上係無罪推定㗎嘛？咁係真係無罪推定，咁但係或者真係可以好似尼馬咁呢？係咪先？喂嗱，冇錯嘅，法律係講證據，咁但係都想俾大家睇下另一個對比，睇下一間跨國商業巨頭同 FIFA 喺面對性侵指控嘅時候，本質上面有幾大分別。巴西巨星尼馬啦，咁一生人都活喺一個性侵指控嘅陰影入面。19年有巴西模特兒告佢強姦，後尾撤案。但係你記唔記得2021年發生咗咩事？你哋Nike 係突然宣布提前終止同尼馬每年價值幾千萬美元，原本仲有8年一個超級代言合約。當時大家一聽到一頭霧水。咁後尾咧，《華爾街日報》咧就踢爆內部文件啊，就話原來話16年嘅時候，尼馬去咗紐約出差嘅時候啦，涉嫌喺酒店房入面強迫一個 Nike 嘅女性員工幫佢去口交。當 Nike 啟動內部獨立調查，要求尼馬配合嘅時候呢，咁佢就恃住自己真係叫做巨星啦、球星啦，就唔合作。Nike 當年做咗個好有骨氣嘅商業決定，就係寧願冇咗個每年帶嚟有幾億商機嘅搖錢樹，都要即刻同佢割席解約。大家對比一下啦，一間將商業利益擺第一位、開門口做生意嘅跨國體育品牌，喺面對唔配合調查嘅性侵嘅球星嘅時候，都選擇識得保護自己嘅員工，將呢個選擇揀喺呢個道德底線入面而同佢割席。但係相反，標榜一個體育精神、人類和平團結，甚至乎成日要講 respect 啦，同呢個保護女性嘅掛喺口邊嘅 FIFA 呢，甚至乎好多喺國家隊入面啦，喺面對一啲咁嘅狀況入面呢，佢哋就會用一個無罪推定嚟做擋箭牌，甚至乎用一啲深刻反省啦呢幾個字嚟做遮醜布。只要你幫到球隊贏波，球場嘅大門或者國家隊大門係永遠都幫你打開。而呢個本質上其實都係反映緊一種體育洗白嘅一種文化嚟嘅。嗱，其實國際足協道德守則第14條講到明，任何損害足球聲譽嘅不當行為都應該受到停賽處分。但係現實入面，呢條守則喺面對幾億美金身價嘅呢啲男嘅球星嗰陣呢，其實係形同虛設嘅。嗱，今日我哋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去講，究竟日本隊啦點樣用金錢嚟去做和談啦，帕迪嘅一個簽證嘅詐騙啦，夏基美嘅一個法庭起訴啦，以及係一個文迪斯嘅殘暴嘅一個暴力指控啦咁樣。我哋今日做呢個節目，咁唔係話一定係要代表話已經係判定佢哋有罪，咁但係純粹都係想睇下啦，就係體育之所以能夠感動咁多人，係因為我哋相信公平，相信係汗水，相信場上邊嘅嗰兩隊11個球員，每隊11個球員可以代表住我哋去到追求一個極限甚至乎踢好波。我哋成日都細個，甚至乎都有學㗎啦。我哋要先學做人，再學做事。係咪？但係依家喺一個俾資本綁架幾百億美金運作嘅一個足球世界入面，呢一條生而為人嘅底線好似被徹底咁樣顛倒咗。只要你身價夠高，你出名，只要你可以帶嚟一啲好嘅成績，你喺場地外、球場外做過啲乜嘢，甚至乎你點樣傷害其他人，好似都可以俾人寬恕，或者甚至乎冇人會記得。咁其實呢，德國嘅一個教練高普啦，之前教過利物浦嗰個咧，佢都曾經講過一句好深刻嘅説話，就係足球喺生命入面所有最唔重要嘅事入面，佢係最重要嗰件。冇錯，足球大家歸根究底啦，都係一件娛樂、一場遊戲比賽。但係做一個正直、唔傷害他人嘅好人，呢個先至係我哋喺呢一個社會入面一個底線嚟嘅。如果有一日我哋為咗90分鐘嘅勝負，為咗支持我哋嘅球隊可以晉級，為咗所謂嘅國家榮耀而選擇去包庇、去無視，甚至乎喺網絡上面去幫一啲
涉嫌性侵或者性暴力強姦嘅球員去洗白，去攻擊受害者。咁我哋一齊為足球流過熱血，到底仲剩翻啲乜嘢呢？咁樣咁啊，呢一個位置上面咁都希望可以大家一齊去諗一諗啦。咁樣嗱，咁啊，今集我哋國際觀察站呢就講到呢一度啦。嗱，都相信今日嘅題目都比較沉重嘅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可以俾大家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一個世界盃啦，而唔係單純地去睇一個比賽咁樣嘅。嗱，咁啊，如果呢，都歡迎大家繼續喺下面留言區講得你哋最真實、最冇過濾嘅睇法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個頻道。咁今日接近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見。好，多謝晒。